代替企业工会昨发声明，讲真正劳资协商的时阵，是有讲这过年过节出勤的奖金是1天150。不过最近却是去互通知，讲这中秋节奖金是对现金变做礼券。这就放调讲，这10月底会员代表大会时阵，就要决定讲，敢有要发动罢工投票。代替最近公布中秋节发1,500礼券做出勤奖金，因报代替企业工会不满。工会表示，早就甲公司劳资会议甲董事会通过，加发民俗节日出勤奖金，每日1,500元。雄雄加做1,500礼券，显示资方对员工无私甲轻视，加上并无回溯今年顶半年清明到5节假期，违背原来承诺。对来到交通部抗议，各地10月底会员代表大会顶悬，提案启动罢工投票。代表大会通过完以后，我们就会去筹备罢工投票，取得罢工投票的赞成，就可以来行使权益。代替回应，年初就透过劳资协商确认发放民俗节日部分出勤奖金，不过缺照法院规定，加进度较慢。经过交通部协调，修正交通部甲所属机关员工激励甲表扬要点，各授权公司规划，所以先发出礼券，后续搁找方法。代替公司尊重企业工会意见，会继续协调沟通。未来我想台铁公司呢还是会继续努力向有关单位来接洽，看是不是能够在礼券之余呢，也可以来发放这个现金。我也已经交代台铁公司的董事长跟总经理，要好好的跟他们的员工来沟通跟协调。那我希望所有的员工固守岗位的同时，心情也都要很开心。对代替企业工会成为罢工，交通部表示已经要求代替公司爱加沟通协调。另外，外界关心代替公司票价调整的方案，在顶一摆董事会被退回。代替公司表示，在进行方案保证，10月一个提报董事会，若顺利通过，就会提报到交通部汇率审议委员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